喺香港有種生活態度叫半山，而有個頂級豪宅叫富豪山峰，坐落喺九肚山，擁抱翠綠嘅山巒，係香港傳統嘅豪宅區，形似龍脈，背山穩坐。私人電梯直上，身份非同凡響，一入門口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全屋實用面積150平，屬於3房2套嘅戶型。全屋嘅白色設計，再加上外面連綿嘅山脈，形成咗以大自然鮮明嘅融合。呢度嘅圈層有好多香港嘅 old money， 就連王菲、廠商玩具大王都居住於此。廚房純白色嘅設計乾淨利落，仲有豪宅標配成套嘅 Gargamel， 就連英國皇室都係用佢。再入嚟就係工人套房嘅位置啦，有上下隔床，而且仲帶有明窗添。嚟到睡眠區嘅位置，呢度2間房間同客廳都係同方向，朝南帶俾你嘅係冬暖夏涼，而且落地嘅玻璃窗，陽光都非常充足。九肚山象徵住社會嘅地位，約10分鐘車程就可以嚟到沙田嘅商圈，既可以享有到核心嘅便利，亦都可以擁有半山嘅寧靜，真正做到離塵而不離城。最後嚟到主人房嘅部分，呢度放咗張2米嘅大床，三邊落床都完全冇難度。再嚟睇下個景觀，每日瞓醒望住翠綠嘅山景。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有浴缸亦都有淋浴間，另外仲有雙洗手盆添。老闆們，睇完你又會唔會心動呢？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，記得揾我李家國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